新北市一个高中生伫学校互同学杀死，国教行动人民早起指出讲，有犯罪风险的少年人哦，其实会当透过县市政府的少年辅导委员会来进行辅导。也毋过实际上，受辅导的人数是真少，少辅会无发挥功能。有学者嘛讲，少年事件处理法应该爱重新检讨。 新北高中3年学生拄则对校管所出来登记学校，煞徛倒啊，甲别班的杀死，这犯罪高风险少年人的保护到底是倒位出问题？国教明表示，少年保护官无发挥辅导作用，学校嘛毋知要安怎配合管护是原因。 少保官当中的很多的工作，其实并没有去启动这些沟通协调。现在调保官当中的，其实调查跟保护当中，应该去做一个分离的动作。学者指出，少年人若有牵涉到犯罪，因为受到保护管束，伫咧也未触发之前，就已经出现高风险偏差的行为。这时阵，拢也阁有预防甲辅导的机会。毋过，若以校辅会来讲，应该若有受高风险的少年人参加不良组织的，并无在内。 去年7月到11月，校辅会有收541案，看辅导的就干那302案。在统计它的不开案率的最大原因，好，当然第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不符曝险标准，对他们而言就是一个非常好让孩子进不了少辅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界限。10到12这些触犯杀人这种重罪的是不是再考虑一下？ 要不要再思考一下，由少年法院适用少年保护程序？学者就建议爱扩大校辅会协作的范围。警察大学教授柯福生嘛强调，近年来少年犯罪人口率提悬，而且犯罪形态多元。教育辅导虽然是防治最佳策略，不过若是要压制校园暴力，少年事件处理法就一定爱检讨。记者综合报道。